因为疫情期间所带动无限地点，只有网络地当办公的族群，被称作数位牧民。现在，台南市政府甲国家发展委员会合作，设第一座数位游牧据点，就伫台南友爱市场内设立，提供外籍人士上长6个月停留期，望去全球数位人才组织台南，带动数位产业发展。世界上有很多数位牧民，也就是他们有很强的数位能力，有很高的收入，但是不一定固定在一个公司上班，或固定在一个地方上班的这些人，都很欢迎来到台南。台南提供了很强的这个数位的基础建设，能够提供给许多数位牧民，一方面工作，一方面游览古迹，一方面吃美食。今天呢是台湾史上第一次我们正式启动我们的数位牧民的招募活动。那同时呢，也是跟台南市政府合作，透过这个数位牧民的发展呢，我们希望达到几个目标。第一个，更多人进到了台湾，然后协助台湾在数位的发展。第二个，我们利用他们来这个协助我们数位发展之外，我们也希望他在经济生活上面也给予我们更多的贡献。根据了解，全球数位游牧人数已经达到3500万人。这摆中央选择台南作为全国数位游牧的第一站，嘛是看准台南伫美食文化吸引力，希望先增加甲日本、韩国等国家的人才交流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